家好，又嚟到小白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華信航空642航班座位事件。呢個亦叫香港空難，香港首宗空難嚟嘅。而家嘅飛機從曼谷起飛，飛往香港，再飛往台北中正，即係如今嘅桃園。又起落架先接地。而家架飛機墜毀咗喺25R 附近。25R 跑道附近，全機共3人死亡，2人係喺呢次事故中罹難，1人喺送往醫院途中罹難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，拜拜。